这个台语输入法，你来替拜堂豆。今日来是陪我爸爸来吃上来好掉。什么叫那个台语跟客语输入法？谢谢。大家平安，我是你个罗德教会安主组长了吼。我迄个地位议，这阮拢捌学过。我伫边仔就是阮个苏老师啊，所以我有真济拢已经有考过的认证安尼吼，感谢大家平安。大家平安，咱唔免学家人，所以我会讲，我甲你有一句尔，我是罗德教会苏彦德，地位字这阮拢有伫拍，有伫写，多谢多谢。大家平安，我是迄个灵园教会，我地位哩单调子，不过我对台语输入法最有兴趣的。大家平安，我嘛是灵园教会的会友姓陈，我台语真认真，但是输入法阁袂晓咧，即马拄啊装成功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嘛是灵园教会会友，想要学讲安怎拍迄个台语的输入法，因为有时阵带歌嘛会用到，我叫杨泰伟、杨泽伟。大家好，我也是灵园教会的姐妹，我们是敬拜团的。那说我们头里面常会用到。所以今天来学基本上他也会讲，但是不啥认真哎，我叫杨玉丽，我是灵园教会范秀安，灵园教会的牧师，我会晓白话字，其他我唔是真兴趣，但是你牧师叫我来，我就来。来，王妹妹。大家平安，那迄新年高比吼，新年高比客家识比结比的，相传向大家多多指教对于18天去开始的学习，请大家指导，谢谢。神梦啦，神梦大家。大家平安，我徛起来吼。我是大顺教会退任的长老，已经7、8档啊吼，所以你就知我几岁啊吼。感谢主，白话字我非常兴趣，因为我细汉是伫古城教会中台，迄个是苏联牧师伫阮遐牧会吼。苏联牧师非常注重白话字，所以阮细汉的时拢无遮个资讯有诶无诶，所以非常认真咧学白话字。所学了，互我足有路用的吼。我是迄个中期的护士。阮伫遐，阮的护理记录、英文甲白话字拢会当做，因为孙教授因内拢有学白话字，所以这个白话字对我是有够好，有够好的好吼。我伫教会，毋是讲花口，我本身也是知影吼。阮有教2班的白话字班毕业，大家拢有收着圣经，所以有几个我的学生去到美国，因若倒来讲老师，我讲你太高叫老师，你不要阮的白话字老师吼。所以真感谢主，所以白话字真要紧，非常要紧，非常要紧，大家3个来学习吼。感谢主。好，我是三德教会的即马，因为搬迁搬厝，所以我即马已经是搬过去属小港高清教会。实在讲，阮是初代教，我真爱白话字。无拍算，上帝甲我安排，我是去外口，是外口的人甲我教。我是伫迄个社区大学，就是苏彦德老师因的团队吼，内底有一寡老师伊伫遐教。当我受到台罗甲教罗的2个
放本了，哇，我冲叫足大，啊，尤其是搁声调。咱教会人，咱的长者伊会晓讲，但是你要甲问看声调，伊无一定会晓教。所以我真爱学罗马语的时阵吼，教会会晓罗马语会讲，哎，足简单，甲你讲一两点钟你就会啊，安尼啦，无拍算吼。学落了，吼，实在是辛苦，搞不清楚迄个缩音无吼，安尼。啊，因为咱教会人在讲的迄个缩音吼，拢毋是甲迄个 PTK 一唱吼摕掉。啊，但是我所跟对迄个陈金华老师，伊是甲 PTK 摕掉，所以较过来斗这个喙型。啊，我感觉哎，我家己搞得很清楚，所以迄个八声吼，咱即摆是听7声嘛吼，是有那真清楚，但是即个电脑的部分。阮受迄个社区大学教吼，伊这电脑的课程拢一定必修的，但是就是教袂下啦，含咱平常无咧用电脑，所以我有今仔要招我的查某囝来，伊诚做是我的帮站啦吼，安尼就是电脑的部分。好，以上我就是安尼。哦，我较传统哦，冠夫姓啊，所以吼，佫有加一个单字，啊，我的本姓姓李，啊，叫做网友，安尼以上，网友啦。来平安吼，我着正三德教会，我姓范，我是一个艺术品啊。但是上帝小属伊能力啊，伊创造我，上帝创造我，啊，伊甲我生出来。啊，我今仔是请来拍手啦，拍伫迄双手啦，因为吼，白话字我实在是比较做献丑，我袂晓。但是阮妈妈需要拍手的时阵吼，我着小有路用的啊。啊，因为阮教会即马有学会，因专门咧辅导很多的长辈。啊，因遮长辈吼，会白话字拢足水的，啊，但是电脑拢袂晓，啊，所以我就是来遮吸收看这边输入，啊，等于我来想办法，甲教会遮长辈教吼会晓，啊，无一直生讲嘛会晓起啊，嘿啦，啊，因为这拢妈妈伫遐教，啊，我就是拍手啦，就是拍打字的那双手啦，啊，我叫培文，叫陈培文，啊，因为陈培文的白话字好像很难念啊，我的那个。但是那个我的中间。是的吼，时间的关系，请看大家看。下一位。我是迄个惠民教会，我木秀燕执事。伊即摆目前我有咧教白话字班，对白话字，迄个我真爱搁研究，就是讲，咱今日去倒有即个课，所以我足想要来学讲是安怎样输入，安怎样拍即个白话字安尼吼。所以我自7岁就读到，我基础袂歹啦吼，所以讲大家来互相来学习。OK。我是罗美地九角龙教会牧师，我有咧用白话字，嘛有咧用输入法，总是遐个输入法要甲做到PowerPoint的时，感觉足焦太的。所以今日希望讲。伫PowerPoint的中间，特别对于迄款这白话字圣经，要甲伊打过，要安怎才打会过，袂变形，就是。大家平安，我是大德教会黄美莹姊妹吼，因为我对这个白话文吼，文拢无熟啊。但是爱迄客家人吼，爱小可会晓讲客家话，所以呢，经过伊个来了吼，搁来学习咧，希望大家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来客家人啦吼，咱今年代表咱个南部客家团体吼，咱个新兴教会主会来会长蔡江。因为在咧学习两个客家的书语法，然后拍法师吼，以前拢毋识学过啦吼，掠去拜来学习吼，掠来服侍两个南部的客家的团体，然后来包括了人武区，包括了讲个北德教会。所以服侍两个教会吼，伊只教会只团体啦吼，所以我需要加油啦。OK， 好。大家给我多多的帮助。嘿，再谢谢啊。OK， 这客气话可以省下来，拜托了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是南屿教会李基安牧师。
伊白话语甲白话语的输入法，我嘛真有在用吼。其实今仔日是有一个上大的问题，拄则老无师有讲过啊吼，毋是敢若汉语迄落足侪迄种咱汉语内底要拍入去吼，咱一般底的输入法内底拢无吼，所以对伫遐个特殊字要安怎用吼，其实今仔日会当安尼学一寡撇步，会当互伊安尼佫较水安尼吼。大家平安，我是柯文莲，我是华中教会受中华中教会陈淑片牧师娘。我会晓白话字，但是我袂晓书写，我也袂晓输入，但是我做有意向爱咧学，吼，会多谢。咱书写华中。大家平安，我是原中教会着兰基，我白话字会晓，但是我袂晓输入法。结束。大家平安，我是原中教会廖水和吼，这阮左囝这个有兴趣所以来学习呢，谢谢。大家平安，我迄个高雄三必教会，我伫伦敦，我今日才学习，谢谢。仁德教会陈进上长老，真欢喜教社部提供这个机会，互我甲大家会当直接学习，谢谢。大家平安，我是中教会蓝金德，我会晓白话字，袂晓输入法。大家平安，我是大社教会，我是金团道，我是外省人第二代，开始伫咧长老教会学台语，即摆我会晓拍白话字、罗马字，嘛会晓讲，嘛会晓写。而且是要来甲老师讨物件，多谢。大家平安，我是永兴教会陈江辉牧师，我会晓白话字，但是输入法就较袂晓安尼，所以今日来学习，多谢。平安，我是南马県教會上書，所以我这个买日新，我是因为工作的需要，所以要来学这个白话字，谢谢。多谢。甲过去一个种的台语输入法无共款，现在用电脑拍台语文，已经有更较方便的方式。少年教会认准用长老，研发一套新无碍台语输入法，让结合过去的优点，同时也解决用台语输入法无方便。这样种发展就是讲，咱拢爱去我别人的输入法，所以产生嘛无方便，所以阮在想着讲，到即摆台湾市场足大，拄则讲有10几万的市场啊，所以阮会当来。若是台语的输入，只要用罗马拼音，连客语甲原住民语拢会当伫新无碍台语输入法使用。同时也结合过去恁主业长老介轻松输入法的特色，3个音节以上的词，嘛只要输入音节的头一个字母，就会当显示出来。咱会当用每一个音节的第一字心是 S 嘛，干是 G 嘛，空是 K 嘛。新眼光拍落了到第7，就是新眼光。电视台电 T 嘛CS 嘛，台嘛，电视台第2，所以新眼光电视台就出来。新无碍台语输入法，除了内建10几万的词汇以外，还会当家己增加词库。不管是教育部公告的台语罗马字拼音，也是教会所使用的白话字。免色或无色，拢通拍会出来，而且这套超强软体也是免费的。有兴趣的民众通上台语新闻网站下载，互母语的传达更加紧、更有效。新香港电视台台报报道。这个新闻有看到，请举手。有看到？咱家己长老教会新香港电视台拢无买看，无怪怪的。无要紧啦，因为就是讲。这个输入法是阮等讲体制外开发出来，我要献给上帝，所以我拢归互长老教会。长老教会才要考牧师，要考这个输入法。所以咱中华真济中，我就要开始去办这个班，或者真好的现象啦。咱的台语才有法度迄个。我拄才看到这个这个捌看者，请举手。这边咱迄个怎么说？很慢的奶鸡。先踩的啦，给
所以你用汉字写就是这样子啦吼。就讲即马咱上会较即个，我袂记得起码什么资料单？会晓你嘛？起码上对。哦，这少年人足来。啊，出来讲，我前面出来讲，出来讲，佚佗。哦，啊，袂当路，因为汉字来真个哦，有早散。所以即摆就是讲，咱用咱的书字法，咱的主体性的台语文字幕是当倒转来啦吼。咱的书稿内底规拢台语，无过用去现版啊，也是慢的。所以请问已经安装好的请举手。OK， 哇，安尼大家拢好啊。啊，迄个已经使用到真好势，请举手。谢谢老师。我咧几个哦，啊也未安装的请举手。哦，还阿妈是较济哦。无要紧啦，恁转会使家己安装啦吼。啊，从我伫这面顶拢有说明书，吼。所以咱伫即个信望爱网站内底，哦，咱看即个今仔日的即个，说明书啊吼，有信望爱网站台语.fsl.net 吼，入去了后，我把即个我先来讲了，我再来小迄个网络的吼。即个输入法内底有说明书，哦，这有一个汉语下口的汉语的说明书。即个请你一定要下载落来，啊，放伫你桌面，啊好啊读，哦，啊内底有数字的要领，你照迄个去拍，啊对了，哦，啊你若讲感觉讲无走一个边仔有一个叫做影音的实例说明，哦。即个网站面顶嘛，创影音是知安怎创，哦，伫电脑内底出来，伊拢会影音甲你说明啦吼。啊，即摆就是讲安准就叫你看你下尾汉字的，就是讲35位，即摆新的拢64啦吼。因为高速路公路塞车，所以即摆大拢64，就表示有两条路啦。你一台电脑同时要做两项代志的时阵会较紧啦。啊，你干那做一项代志共款啦吼。OK， 这下骹 OK 特色啦吼，思考真大啦吼，啊，无限的自定思考，这上重要。恁今仔一定要学转去，你会安尼，要哪欢喜啊吼？个人化食谱，你拍波，拍袂无就是无。啊，即个无你家己去增加思考，啊，该会使用。啊，你囝仔孙嘛拢会使用，通使用啊吼。这自定思考我会特别甲强来讲哦。啊，即个讲你要拍入去的时，不管你要拍标的时，还是拍教育部的材料，拢共款出来。你的设定出来，要标的时，伊就出来标的时。要有出来教育部，就教育部后壁设定较重要吼。啊，过来，咱年纪拢会大，拢会老花眼嘛吼。啊，波，迄个显示窗拢较细致啊。啊，咱这叫你家己买上大的，敢若70个。你好意思？你就是你要选字的时，汉字要选字的时，我连来小大家看吼，伊会当放大，还佫会当选你喜欢的字形，哦，家己选这，啊，过来缩打法，这个缩打法就是根据你的自定思考，你拍字会足紧的。咱迄个考牧师爱考迄个朱多文嘛，敢毋是？啊，朱多文我拍一个 GTV 就装出来啊，啊，你也着考。啊！这讲话我讲咱也着讲，伊讲说即马朱多文爱用笔写，袂使用这拍。吼，我讲我倒啊，我是要有大方便，你袂使禁止我安尼教人啊。啊，你要出题，你家己去想办法。所以恁若哦还袂考的，你家己讲吼，朱多文袂使用这个拍破啦吼。啊，自选白话字，啊是汉字，你拍的时，你会使决定我只要用白话字，还是要用汉字。互你家己决定就对啦。哦，啊，白话字是学习的工具，一寡白话字无知遐，你来用这拍。你毋知影，拄则讲毋知影第几条，你甲查问号，伊会出来甲你讲。这就是学习的工具啦吼。咱这个，啊，讲了无啊？OK。OK， 第5页到这为止哦，咱实在来操作。啊，有电脑的人，咱就开始来创啊。OK， 我这个爱甲创掉。安尼袂伤紧啦吼，
咱来去网络 ，OK。这个哦，今仔客家面哦，遐尼济，我足感动的哦。我这伫美国啲教拢开始拢客家甲台语同时教啦，因为你系统共款嘛，因为是系统共款的。我甲阮两个同时教是互相会当遵照这语言，咱即个就大和谐啦。哦，所以我这伫美国啲教拢是5种语言：台语、客语、日语、华语、英语斗阵教就对啦。哦，一个社区你若大家语言互相尊重、互相学，即个社区就足和谐嘛。阮主要要行的目的是安尼吼，所以咱即个客家吼。要客语的，我则都共款，你面顶拍客家，吼，有无？这有一个客家。啊，你若台语，你就拍 TAITI 台语，啊，认就是啊，吼。OK， 咱主要迄个是咱即摆过来就是讲，要入去信网的网站，这台语文的网站，阮就是有一个特殊，就是讲你要看迄个咱的传统的标语时，你就选标台语 Unicode 这个罗马字字，吼。伊叫做教会罗马字，咱标的是我用叫外边的人甲你改名，改做教会罗马字，咱本来标的是。啊，我即摆想办法要倒转来讲标的是吼。啊，过来下骹即个叫做教育大路啦吼。我足感动诶，有一个青年，伊做技术，伊 email 来，去对谁说 email 来讲，啊你太内底拢迄个标的是，啊阮要用教路，我是学教路的，啊像那袂使，啊伊毋知这入门的时阵你来选啦。入门你就来选吼，啊，所以咱遮咱较习惯即个教的罗马字啊，咱有时点对了后起来入来内底吼，入来内底足济啦吼，啊客语的，别讲咱来做一个小加强咧，拢无人新闻采啊，你讲。张了，伊个温州的新闻周介拢无。你这客语的，你是台语的啊？客语咯，这客语的。我若做台语的，你就有啦，伊一个专栏我足拍拼去写啊。即个阮提供即个平台，互大家来用。免费来用，你甲会当开发你的专栏，就即摆即苏老师安尼开发专栏，哦来发挥，啊，甲你要出册，啊就绕互你，你就去出册安尼。哦，你客家话强用哦，即客家话拢无人去写啊，因为讲实我是无会晓哦，啊，我的学生嘛，即下咧你无会台语圣经，啊，所以即摆你咱遮客家人较尼济来哦，麻烦即个哦，我找一个时间去咱遐客家啊，你所有的你都来创专栏，下到遮专栏。有啊，这一个是专栏，李条的小说，伊本来用汉字、用华语写的，我拢甲改做台语啦，改做客语啦。出来你李条的小说会当安尼写，哦，伊这写以前遮拢做好哦。以前我伫中山医学大学台语迄啲教有迄工读生啊，啊你钱好伊就好拍拼斗作家啊。啊，即摆遐大学拢毕业了吼，anyway就是讲真欢喜，其他客家发起来，哦。啊，有时间来咱遐，我甲咱讲要安怎创，啊，甲创互安尼长两棍啊，甲我大家做来讲。OK， 啊，即摆共款吼，有客语有这需求啊，伊放伫上正边遐吼。哦，这受选项目属于伊的专栏啦吼。OK， 啊，属于我走一回。OK， 你伫遮，即个哦，遮有信网的台语、客语需求啊。哦，伫客语信网共款内底有，你点入了后，哦，就出拄则迄个出来哦。OK， 啊，所以你看你的电脑是汉语版的32 G 还是64？哦，你去问，你62装毋对无要紧，伊袂叮当，你搁话订装64，伊就搁囥来会叮当啦吼。即摆的电脑足人性化，所以免烦恼，你拢甲试，哦，啊车驶会弄着人，会着写起来安怎，你着加驶，啊这大不了歹去换一台电脑啦，吼，袂歹啦，啊所以做甲试，所有面顶的物件你拢甲试咧，哦，啊咱用汉语版吼，这，哦，啊入去了后，伊就总问你讲要下载要储存伫倒位，哦，啊就去你的电脑内底啊，你甲储存，啊去电脑你甲试咧安装，啊足紧就好势吼。OK， 这个是迄个安装了后，伫即个所在，因为咱有汉字，所以会挂伫华语的波波中文的下骹，中文的下骹，哦，所以你看咱这是 CH， 哦，啊咱看内底
你已经有装一个，你装好了后，就有即个，这代用了嘛？要罗马字了。台语 FHL 台语客家 IME 的输入法啦吼，台语甲客语的输入法伫遮，你点这落了，哦，啊，就这咧出来。哦，咱现在开始 Word 了。啊，你安装无问题哦。啊，老问题找已经会了，这伊无时间我详细看哦。嘿 ，OK。那来这个输入法，我要写这个输入法。哦，即摆。哦，咱我知，你再选这个输入法，这个输入法就是这个，就信望来迄个有无嘛吼。较重要，这个设定，哦，恁才开始要用输入法，这个设定足重要哦。你甲试，啊，先选台语客语啦吼，直接爱选台语客语。哦，你要选客语的时阵，就是选客语。哦，啊，这有人无拄好拍台语啊，去创去走去客语，啊，拍拢拍袂好势啦。啊，伊我知影伊啦有迄个问题，就是讲第二声、第三声客语都得倒调嘛吼。啊，伊讲拍出来，太本来第三声变第二声，啊，我就知影伊即个走去客语去啦。哦，为着要两个同时用，啊，所以甲合作的哦。啊，但是咱较注意的就无问题。哦，啊，设定的位啊，遮即个设定，第一个设定就是讲汉语甲罗马字的顺序，你遮输入了出来是有汉语有罗马字。你若要拍汉语为主的时阵，你选1到9选字汉字，选汉字来先就对啦。啊，后壁你若想要拍罗马字的时阵，就要是Shift去拍迄个数字。哦。你若要拍罗马字的，你就试遮。我想要甲你讲者，罗马字全罗模式哦，罗马字嘛当快速打好就对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本来是讲汉字了，就要加台语嘛，啊，这含客语嘛会使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你若点即个了后，你拍输入法的时阵，若罗马字你嘛共阮上帝拍 ST， 伊就上帝出来。哦，高雄中华啊，高雄中华伊就出来。罗马字就是罗马字，共款你若有思考的时，共款有缩大法。以前是讲汉字尔，即个含罗马字嘛有，所以罗马字也要拍得到足紧的哦。哦，这面顶就是讲咱输入最后要选的迄个顺序，你家己照你的偏好哦。啊，过来较重要哦，即个就是讲你出来要什么要标字，还是要带路的吼，你才选好好啦吼。因为咱教会的人足无爱用，就是放弃家己第二个模式讲大家主，啊，甲家己祖先的宝贝，啊，甲放弃，是啊，足可怜。所以外边人伫创这输入法的嘛，教会外人较强啦。所以讲阮 default， 恁装落了后，一个出来是交代路啦。迄牧师哦，不着讲，你进来，我是要创啥？我这时啊，咱这迄一点袂起哩。我你敢有看所有文书？我无啊，啊你来我读，我看所有，我带我来，带我美国转来。有啥文书啦？后尾就去啊，甲我讲啊，都明明你设定你无设定啊。哦，因为伊一个拍开一个，因为我介绍白话字啊，所以一个出来是带路，你爱注意。所以你若停入伫遐，你无去改设定的时阵，你拍黑一点拢拍袂出来。啊，卡字卡音拍袂出来，因为教育部伊讲电脑袂晓，所以调啊字这点足水的哦，爱家己创作乌啦，啊教育部改乌啦，迄无错啊，啊我的做法是讲，电脑袂晓，你啊改互会晓，伊要替咱做工袂晓，像讲伊袂晓，就来改咱的哦，对啦吼，迄教育部中华民国的教育部是啦，OK，啊所以这个所在你一定爱去改来食。啊，这有一个台路阁使用，因为教育部伊有分叫做传统版，来传统版甲，伊迄个算标准版。标准版 OK， 啥个叫传统版？传统版就是咱教会你用的。OK， 你拍教育部，你感觉迄个迄个条字足水，你敢袂改？你会使选即个第二个即个。你教育部的拍法拄着阁一点会倒转来咱白话字，迄点。
哦，啊，平空音伊是用 N， 哦，啊，伊会倒，咱会倒转来 N 伫小 N 伫右上角遐会倒去 N 就，所以这个设定咱来较注意咧吼。OK， 咱要拍出来就开始，啊，过来这自定输入。我即摆定定爱拍我即摆去分享的主题嘛吼，你定定爱拍的，你就当个做一个自定输入，啊用第一字，你所知影的吼，这叫啥？多加肉体。啊，我拍即个落了，啊，这规个拢出来，免一字一字拍。哦，头前，这你家己会当做，哦，伫这面顶的下骹，伫面顶袂使哦，面顶是指令，你袂使去遐叮当哦。迄叮当的也去乱去哦，伫这面顶的下骹，咱拢会使，哦，咱拢会使。照你即马念伊，我会讲到迄个数字法了吼，迄个规则，照迄个规则来，你才袂乱去啦。哦，你若你凊彩斗吼，一定会乱去啦吼。啊，我讲诸多文就是拍诸多文，啊，迄个就装出来，你看。我诸多文安怎写咯，咱来看。OK， 有无诸多文？啊，你后壁就直直甲拍去。阮伫你那边拍到了，啊，甲你要拍诸多文就GTV就诸多文出来啊，免自己拍。你可能还袂做到。哦，即个哦，因为咱数学，我这来讲咱数学，你会当省尽量省啦。CH 用 E 代替啊，啊 CHH 用 C 代替啊，啊客家话爱 NG 用 E 代替啊。你着咱先拍一个嘛，敢毋是？哦，我这读企业管理的哦，迄讲伊读企业管理，你差一秒间就差足济啊吼。啊，就是讲你会当省迄个字，哦 ，CH 用 E 代替。啊，迄个客家话无字嘛，啊，你着 NG 就是爱，NG 会使用字来代替啊，毋免拍 NG 啊。哦，啊，你一支文章内底 NG 全无20个，你着咱减20届啊。哦。OK， 这是自定输入啦，我甲即个设定讲了，就是讲你拍你头前的。老师，会当搁讲一摆咯，谢谢。你讲迄个 NG 的部分。哦，客家话足劲爱嘛吼。迄个 NG 你输入的时阵，你会使用 G 来代替 NG 啦。你拍 G 等于就 NG 安尼啦。爱，你拍 G 会讲咧 GAI 就是爱啊，免拍 NGAI 啦。啊，你就清楚。这你家己要定好势诶，哦。因为这是自定输入，就照你家己的量身定做，你家己想要安怎拍较好哦。我迄个赖英强长老办的听甲清，我教了哦，伊遐拍比我还紧，伊拢一字两字就全都突破啊！你看，伊的网站遮遐尼大，但拢伊家己创的咧。迄就是我定定你斗阵用一个好处，就是到13岁，我刚刚会晓遮的哦。OK。安尼设定无问题哦。所以你头前要拍就是拍输入的，啊，咱一个 space， 这个 space 爱小型的 space， 莫大型的哦，一般袂去走去啦。你无拄去踩大型的，啊，计就袂叮当哦。哦，一定爱小型的 space， 哦，就讲我这tweet哦，动词的先变tweet嘛。啊，咱的思考内底无，啊，你着家己去定，啊，该拍就有啊。哦。老师，敢有法度一步一步安尼来，像讲。OK， 我这是概念，我即摆一步一步吼，这条是变咯，你知讲有这讲的，因为我你说明这吼，我规个这个设定甲创好势，所以一个客语自定输入内底，啊，你即摆安装落了内底拢空空。哦，拢空空，啊，其实阮已经有做真济啊。你若照输入法的方法，要恁去拍，伫迄个说明书内底有一个包装，
有一个自定书库，迄咱教会的用语大部分拢有。你耶稣，你就拍 IS， 耶稣就出来，上帝 ST， 上主 ST， 安尼足济拢就出来，吼。所以讲我即马即个数字法，我讲加即个自定书库，我听好好。自定是客家话共阮客家话的方法，哦。因为退役的书库足少会看，客家人拢无要甲我斗较手。恁客家人家己爱去做书库，阮无法度啊，阮做无落来，对吧？恁来做书库啊，即摆无话你就来加去啊，我才会去甲你去讲，要来去加赞创我无，我来加，结果加无两字啦吼，伊足无个。啊，恁遮有靠有个来加，哦，这拢甲加出来，你人名，厝里的人名。哦，拢会当直接拍，这真济拢是在书库内底无，有足济无的。哦，啊，就讲我拄则讲耶和华祝福满满吼，你著拍耶和华祝福满，啊，就后摆就耶和华祝福满满。我咧拍迄条来收着我的百人，我会收着这好无？哦，啊，面顶是罗马字，啊，下骹是汉字的，拢会使，你要选，哦，就是以老用意啦。你来较辛苦，你要建立这个书库，你建立。啊了后，你一世人，啊你的后代拢共款会当用着吼。OK， 这是制定词句啦吼。啊，过来这个字形的选择，就是讲，你会当选较水的标楷旗，迄个新四年是4甲4甲，足歹看到。你当选你喜欢的，吼，内底有的字形你就能选。啊，你选标准的，莫出。啊，你选24，哦，我咧拍是24，较拄好，哦。啊，这当做啊72字啊，你若拢迄个弱势的啦吼，啊确定 ，OK， 啊自动调整或者是这自动甲你教啦，伊就是讲你的选字内底，甲宝宝共我足济爱选嘛吼，啊你拍愈济，拢会走去较头前啦，会自动甲你走去头前，你就定啦拍，免搁咧找较哦有即个功能啦吼，即个我一想拢有90条，啊要拍鲁味即个哦。鲁味就是汉罗鲁味，就是汉字面顶有罗马字的吼，啊，这有较困难啦吼，这爱可能爱上课2、3点钟才我都学这个哦。啊，我今仔无要讲咧，所以你爱会记选好了，会记确定，安尼才有效。哦，你若无确定，无啥你选到吼。OK， 所以即马是客语嘛吼，就讲，哦，硬对，实在再无写出，这个讲一个尔，即摆你拍客语嘛，你客语有啥物？足少啦吼，这款念你看嘛，迄个什么啊？老师，毋知迄个字会当用较大字无？用较后边拢。我才去修，哦，这个样，这个 OK。检视。OK。歹势哦，我客语较无习惯，来用台语吼。OK。就讲我才甲拍看到一个哦，哇！这个手大字哦，这行高的问题安尼哦，袂堪你创甲安尼大。这个行高，咱知影嘛？你若拄着这个问题哦，你伫这个行高伫倒位？常用的位啊，要一个段落。OK， 这个字哦，你若你个 highlight 起来，啊去迄个常用的段落。内底有一个行高，固定行高，这20尔，你因为创遐尼大哦，啊，所以你爱较大到后，才会出来。OK， 按出来哦。恁知影哦？恁若拄着这个情形，就是迄个行高的问题。你若创手大字啊，OK， 安尼看会着嘛？后壁。OK，
所以咱来看迄个显示窗哦。哦，我拄则去甲创罗马字，我罗马字大声不快咧，我倒转来汉字哦，汉字大声。OK。零哦，你看这个显示窗足大机啊！哦，你照你家己起来吼，我老爱我就知影叫创这波对咱袂着啦，因我大啊，因为我永远拢设计咧。哦，啊，咱即摆要选迄个，像高雄中会，哦，这高雄中会，哦，你要拍4字出来哦，这个事故是咱家己，所有的教会我已经拢创好啦。我家己的事故内底啦，啊，所以这个你选的时阵，高雄中会，哦，这你选着遐尼济，较拄好，你嘛会知影安尼，较拄好，吼，去倒位？啊，即摆伊拢总有4啊嘛，较共款，你啊 face down， 哦，起大风，哦，啥物啊，这拢是你拢有当去选。含定样，所有台湾的乡镇的名已经拢入去啊。你会当用这个拍，哦。对了，哎，天空无啦。天空气。天空啊？拍天空两字无咩？无啦，你迄天空气啊。有无？我讲乡镇市，你袂使讲，啊无你就甲加指定词库啊。像路点哦，路点若是拍2字会拍无？无2字无法度啦，我甲你讲，这是小佩迪老师创出来。你一定爱县市的名，哦，就你讲罗德乡嘛，哦，爱安尼哦。对啊，罗德乡有无？有哦，罗德会啊，哦啊，第2罗德会、罗德乡你着有无？第7啊，哦，对啊，哦，为着做这事故，足侪人打把手来感谢来哦，迄当时我就足侪人来哦，啊做遮方便的。哦，我拄才讲朱多文，哦，安尼面顶伤大字，啊，做较面顶去啊。OK， 哦，我伫今年的原理面写下里面出来。好，大家有问题 ？OK， 来开始讲一字一字拍哦。咱第一节到几点？啊？我看时间，第一节到几点？哦。老师，啊，这爱甲讲个了后，哈，我甲迄个事实我讲个了后，啊，刷落去先早。第2节可能爱拨较侪时间来，过来讲这哦，这个有大概。一字拍的时阵，所有的声调，迄个声调符号拍伫上后壁。哦，我今仔创这来哦，大家着认为拢真好势哦。咱看即张即个台语八声调后壁有一个数字法，你拍第一声免拍声调，声调放伫上后壁啦吼。啊，第2声你着拍字，哦，我伫中迄个八声调的下骹，我有写第一声，你头前就是拍电脑的3 SANN， 伊就会出来 SA 平衡音，哦，啊第2调3 D， 哦，就讲拍 D E A， 第2调第2声，啊你甲是 Enter 啊是 Space， 伊就会出来。D 迄倒边，啊，你 K D 是迄做边，啊，过来第3条，你共款衫裤的裤 ，K O 搁1点吼，会使拍 O U， 这是咱教会的方法。教育部拍 O O， 你拍2种，任何1种拢共款，伊拢知影我甲你创个 O 搁1点，哦，裤。K O U， 啊第3条，第3，哦，啊伊后壁就出来即个 K O 1点，啊撇倒。啊第4条2声毋免拍，免拍第4条免拍。啊第5条，即第5声，你爱拍5，就讲人 L A N G 5，哦，
5。啊，第6声甲第2声共款，其实是无共。鹿港人走，我就发这第6声。啊，鹿港人拢毋讲伊的鹿港话，就我无去吼。这就是人为的这个语言的会走无去吼。就讲迄个咱咱的囡仔，你若歹学伊讲母语，歹学伊讲客家话，我拢会变我，伊的歌拢无去啊，爱拢爱啊，伊爱无落来啊。哦，所以这个母语是环境，毋是用教的。哦，啊，你若教会无重视，厝里阁无重视，你这个囡仔也到要读其他的语言，发袂出来就是发袂出来。哦，即摆遮济少年的哦，润音迄个的音拢发袂出来，声音伊拢声音，你看嘛，伊袂晓讲声音嘛。哦，圣经迄是一个腔口，教育部就甲安尼甲你改啊。哦，圣经是一个腔口，咱袂使讲伊毋对，吼，咱腔口要互相尊重，咱莫甲讲伊毋对，迄是另外一个腔口。啊，教育部过来改迄个文字，迄就改了无讲改好。哦，圣经是 SING 是唱歌的信，啊经变做 KING，ENG 伊甲改做 ING， 迄是确实足失败的所在。啊，咱若搁较强起来，想办法去甲改做转来。啊，咱不管，咱会互咱原地位是个原貌，无即个问题啊。地位是无即个问题，教育部一定要有即个问题。啊，所以第6声，无地方你也免拍第6，也免声的啦吼。啊，再第7声，你着拍7，吼，就讲鼻腔的鼻 ，PHI 鼻腔音 NN， 第7条，伊就出来鼻啊小 N 啊嘞吼。啊，第8声爱拍，吼，即个有人讲是避雷针，有人去拢拍这个迄条，第8条迄个，你拢讲迄落啥？就话面顶就话加到避雷针的啦。第8条面顶就话嘛吼，迄个你拍8，伊出来，吼，迄一字一字拍的时，你一定要照安尼拍。啊，你第几声毋知的时，你拍好了后，啊，甲拍问号，直。你直直的直，你毋知第几声，你甲拍问号，有无？所有的直的出来，互你选，哦，啊，你就知影讲去选，直直的直，第4有无？你就知影避雷针这是第8条。所以你若毋知第几声的人，足侪人因为要本调查无了，你就甲问嘛，伊会甲你教。吼，这是嘛是学习地位是个功夫之一啦吼。就讲打 GANN，OK， 就遐济互你选。啊，你咧拍汉字，你就直接第1个先，你直接 space 就记起来。哦，啊，你若要拍罗马字，4个我创较大个，你讲后壁无看到。TANN space 啊，是 enter 落会使。OK， 你要试后壁白话字的时，伫后壁看有，你爱试 shift， 啊再去选音，哦，伊就白话字出来。OK， 这单字你家己有来去训练。哦，啊，你就照圣经来拍，哦，啊，阮遐有一本即个爱情加智慧文学哪个真严这，伊汉字面顶有罗马字啊，啊，这你也毋知诶，这会当去用即本去学吼，还是用圣经去学诶。你用迄麦克风讲者。老师，请老师。迄个第一声吼，迄个3后壁55，迄个什么货？哦，迄叫音达5线谱，5线谱伊55就是上悬，第一声是上悬，迄个帮助你有音乐脑筋的人，哦，啊后壁第2个是迄个，我有写53底就降落来到第3番5到3，
迄个五线谱的音源啦，音答啦，音源啦，啊，伊伫语言啦，因叫音答啦吼，音答啦吼，音字啦，是音答的。咧考台语文概论的时候会考这个，所以你就知影讲，啊，若一个字五了是低音入声，哦，第八条加五嘛，就是上悬滴。啊，你若第四条是会创落来三嘛，滴。哦，所以这个表就是讲，哦，大家罗马尼佬真好势啊，但是这个就是你数字法利用着这。哦，啊，声调的变调，这个咱参考吼，家己查某去看下。好，过来两字的时阵，两字一个词的时阵，你会中迄个hyphen，迄个连接线会使省。你学校啊，拢相像啊。我你讲，我讲安尼你听有无？免你搁用学校法度，拖时间。哦，迄个连接线会使省，啊，声调会使省起来。知影？你拍词的时，就是等讲你已经进步到，你会使拍迄个免无声调去啊，吼。就讲你即马，迄个高雄，我有倒位拍唔对。高雄 HIO， 啊对。我即马即个设定敢有走？头先你是毋是设定客语的，啊怎啊？毋是啦，我只到倒底。伊个连迄个数无高雄市，高雄你无设定着啦。无，毋是这运动，这才有名。咱这本圣经的腔口是用高雄市的腔口为出的。这咱已经诚做台湾的普遍腔啊，70%人的人讲咱的腔啊，因台北人无会讲台语已经免管。高雄市有啊，啊，敢若高雄无 ？OK， 咱较自动去创啦吼。我正写的，我写有，就讲迄个。声市 SIANNCHHI， 哦，声市，就是迄个声调咧，迄个声第五声咧拍，啊，迄个第十咧拍，哦。哇，我拄则你拍，咱有看着哦。SIANN 声第五声咧拍，啊，海分咧拍，啊，CHHI， 这是当初的词库，哦。一定爱家己拍出来，啊！你若自定词库，会使 CHS 会使用 C， 哦。老师，你迄个拍出来，啊，无迄个倒电，安尼一条长，安尼会看较无同。你若想要 CHHI 无吼，你这头前是爱一个固定。哦，你若爱去自定词库，你送一个。啊，这是大家感觉安尼较方便啊！你减一个动作就解啊。你拍安尼了，你伫咧空白键吼，你就了，伊就甲伊找手机出，所以无对。哎，他会自己跑那个豆。就我拄则拍了伊就是啊。对，要不然那个一桌热等那会签的。对。无同伊因为做定数，啊，若我你拍着起，主导文就做出来，这就是你的注定词组啊。哦。OK， 过3分钟哦，我甲讲完了。啊，过来3字以上的，选迄个音节的第一字，啊，第一字若有藏贵，是讲 PH 你就爱拍 PH， 哦，你袂使直接拍 P 啊，爱 PH， 学校我是中央的，我共款，哦，咱来试一下看觅啊，哦，台南市伊爱拍 CH 的 ，OK， 啊，你啥有无台南市哦？我太听晓啊，高雄市，有无？高雄市，哦，所以迄个连线提调声调变，啊 CHI 共款安尼拍，
啊，但是我内底有自定书库吼，你若自定书库拍讲高雄市用市代替，共款有，这我家己做的，哦，家己做的书库。制定词库啊。啊，一定的书库，我就是讲，伤简单的方法，既然也加犯罪啦。讲我咧拢，大家拢袂认真去学习，迄就是讲，你已经进步甲相当的水准，你就知影讲每一支音在头一支是啥。迄个时阵，你就使用这啦，用这快速的答案。啊，若无要开始学，麻烦你一支一支学。你学着会比波波摸波较紧，用波波摸波1/1000的时间来学这，一定会赢过伊。有问题无？哦，要两个结果有问题。像讲我本来有装迄旧的信用来即个软体吼，啊，我即摆若要搁装新的落来，安尼直接甲敲过就好。对。讲爱搁甲旧的。无毋对，你其实你旧的有装，你去了，伊会甲你通知有新的，自动装。啊，若无你只好就重新。啊，安尼。你毋免去甲旧的移除。啊，安尼原来书库的无。拢 override。就是本来这去网络顶管，甲当到迄个书库的。你是讲你本来家己有指定词库？其实是在附带迄个。OK， 安尼你只好就等伊出来，伊来甲你通知update，迄个 override 袂甲你砍掉。再去等伊通知。伊 AI 自动拢会甲你通知啊！你若有装的人有无？拢会甲你自动通知。因为书库即马有找着自家的处理，啊以前就是10几万足偌个就对啦。我叫你整理着嘛，啊大家有兴趣要到整理，欢迎来参加吼。这是咱大家的，这台语是咱大家的哦。莫讲亏的啦，伫错。哦，你若创着迄个时阵，伊问你讲要 override， 你若讲 yes， 就不会看过。你家己的自动书库保留条例。你若甲你旧的移除掉，我装新的，你移除掉原来指定存库就无去啊。所以爱搁家己编。免烦恼，你会使甲指定存库另存新档，啊，改造个 copy 转同款啦，有的人袂记哩啦。哦，你若讲要甲重新安装的时阵，你家己的自定书库一定爱另存新档。啊，你入去了后，你去指定存库的所在，你再甲规个。copy override 全部，你要甲全部，Ctrl A 就是全选 ，Ctrl C 就是 copy，Ctrl V 就是 copy 的。所以你一个开始的时阵，你爱甲你原来内底空的书库，你共款 Ctrl A 全选，啊你规个 override， 安尼才会成功。老师啊，像你安尼吼，像你即摆咧讲啊，啊，甲咱就迄电脑大部分拢用。若用教会，是毋是咱有教会资料伫内底？啊，咱若去输入下载遮迄个字，是毋是连囡仔有出什么问题？安尼我要去找啥？找我。我要去找谁？我要去找你。你打新闻啊，什么牧师唱？哦，我是讲你拍照，我要找你。这个数字法甲波平起平坐。啊。你波有问题，共款这个有问题。哦。你有了解？以前介轻松就足侪问题啦吼，你就知影。我为着迄克服迄足侪，我10几年的痛苦，到去4、5年有即个出来，规个拢开75万去请人去吼。100几万的软体好朋友，我条件我付过了，啊所以要75万甲咱写，写台语甲客语总是。啊所以大家若有感动，为这出新闻才来学的啦，足感谢啦，互阮会当继续搁做。哦，因为要足侪有需要改。哦，就迄个赞同我牧师，甲我讲啊，你即个客语的数字法，本来因的声调6调，因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哦，啊，伊的1是台语的5，啊，伊的2是台语的3，伊的3是台语的4，哦，啊，因为恁少人用嘛，哦，啊，阮嘛无钱嘛，啊，只好就将这办法。啊，赞同我牧师讲，我教地下伊小车是安尼教真两，第1车、第2车、第3车，阮就照咧教，啊，忽然甲讲第1车变第5车，我讲好人甲因来咧吼，啊，伊有福气咧，我听着，这他是要来真请人写啊，这毋是我会晓的，我是有这个概念，啊去请人来写。OK， 安尼有清楚无？好，来休困，哦，辛苦。